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华视在地新闻》，我是徐英银。新闻就开始来关心中法官的消息。中法官这个精准体检的闹间呢满城风雨。目前呢，这个政风处的调查已经完成第一阶段。因为本来打算讲伫8月25，也就是明仔载要公布结果。什么结果呢？万人血清抗体检测的报告，这负责计划台大公卫学院呢临时就罚停。这公卫院一直无对外说明到底是什么原因。至于中心是希望讲呢，因赶紧公布这个消息甲内容。不过，伊家嘛烦恼讲，这个检测结果若错误被解读，人若误会食，暂时莫公布，这嘛是好代志。原本定伫8月25要公布的万人检测结果，负责计划台大公共卫生学院临时煞发动。这互捌参加过测试的民众甲医护人员，看了想都想拢无。就是类似讲的感染人数可能就是蛮多的。我觉得中治不要干涉太多了。站在受检者的立场，当然是希望说可以早点知道这个结果。到底是什么原因，互公卫院发动定？曾经受测的民众，拢希望会当赶紧公布，连指挥中心换了共款。指挥官是认为说，除非有不能公布的明确理由，否则是应该公布啦。那这边如果说有任何不能公布的理由，也请台大要对外清楚说明。不过公布结果，敢真正一定有较好，医界换了真烦恼。这种资料呢，在你还不确定它的意义之前呢，就是内参就好了。所以这次暂缓公布，其实是好事情了哈。伊家希望先和内部专家根据这结果来讨论，只是这个计划实在太隐密了，愈是暂停公布，愈互人会引起联想。